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高雄放五大楼内底军防饭店，讲要收大关门。因的公司已经来证实，目前正咧处理500个员工的资遣费。员工得到这个消息，拢错一大条，因为因事先拢唔知影这个代志。已经订房间的旅客、健身房的会员的权益，甲购买参观的消费者，到底要安怎处理？饭店也是无明确来回应。现在听到有人担心吗？不用担心。高雄军防酒店传出要停业的消息，员工拢是看到新闻才知影。错愕，还蛮可惜的。怎样可惜？觉得这边的环境都还不错，因为我们每次来高雄就是会在这边。而且大美旅客听到这个消息，嘛感觉真可笑。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我们都交了钱了。健身房的会员讲伊的会费拢缴啊，无人会当出面说明。他不是要倒了，我怎么去？高雄军防酒店原本是高雄的金典酒店，伫咧放五大楼的37楼到85楼，嘛是全台上悬的5星级观光饭店。过去因为经营问题，几厝遭受拍卖，饭店已经几啊厝拢换人经营，也是无法度改变拍卖命运。军防今年3月再次被海霸王2代经营者表乱。公司发言人证实，关经营团队即马咧进行员工资遣手续处理好了后，就会停业。就是要先办理歇业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完成员工的资遣费，才可以列为最优先分配。军防酒店包括餐厅、健身房等等，总共500名员工可能面临失业。未来新的经营团队敢会接手旧员工，也是未知数。暑假旺季已经订好大房的旅客、健身房的会员、个别参观的消费者，这个问题拢无清楚。所以我们需要消费者的权益呢？我们都有在做了。高雄大把饭店停业无够3天，军防酒店咧嘛要停业啊！大环境无好，互员工的参与市场受到影响，但是无意见讲停业就停业，员工以及消费者的权利拢是第一个受到冲击。